現在由鐘婉蓉師傅為我哋演繹傳統八式護肝養生功。第一式，降氣洗臟清六腑。第二式，大鵬展翅舒肝鬱。第三式，左搖右擺去肝火。第四式，顛倒陰陽通肝經。第五式，霸王舉鼎強血脈。第六式，頂天立地開肺腑。第七式，乾坤灌頂通三焦。第八式，萬法歸宗會丹田。收勢。